Hello，恒哥今日咧就攞住個咪同大家講嘢，咁睇下大家睇完呢段片之後，恒哥嗰個聲線會唔會好似有啲改善啊？今日呢段片咧就有個專題。就係講關於殘疾人士遇到危險嘅時候，我哋要點樣處理？嗱，殘疾人士遇到嘅危險咧都有好多嘅。咁譬如話一啲交通上意外啦，行人路上面嘅意外啦，使用輪椅嘅時候嗰個意外啦，又譬如話你撐住支拐杖嘅時候，喺行人路上邊發生一啲暈倒啊、襲擊啊好多之類嘅嘢。今日恒哥就專登揀咗其中一樣，就係關於你喺行人路上邊俾人襲擊、偷嘢嘅時候，而你又受傷，咁點算呢？講到呢樣嘢，恒哥要夾住個咪，希望騰出一對手。好，恒哥就曾經試過，無論撐住支拐杖或者係撐住個輪椅嘅時候，或者攞住個助行車嘅時候咧，都會有一啲意外發生。咁譬如話，俾個精神失常嘅人襲擊啦，又試過俾人偷嘢啦。但係遇着呢啲咁嘅環境，點算咧？自己又驚喎。嗱，其實咧，我想講，第一件事你要保持冷靜，第二咧就係你要記住嗰個人佢有幾高，佢當時有冇手持武器，佢嘅衣服鞋襪係咩顏色咩樣，譬如佢係咪牛仔褲啦，佢着咩鞋啦，佢個髮型係咩髮型啦，佢有冇染髮啦，或者係佢有冇一啲身體特徵，有冇戴手套啊，諸如此類嘅嘢，你都要知嘅。好啦，跟住你要報警，你要好冷靜報警，話俾差人聽你所在嘅地點啦，幾點鐘俾人偷嘢啦，距離報警係隔咗幾耐啦，嗰個人逃走咗去邊個方向啦，你有冇受傷，需唔需要揾救護車啦？使唔使要有個警員當場協助啦？諸如此類嘅嘢，你都要好清晰、好冷靜去講嘅，去話俾999報案中心聽嘅。咁點解呢？因為如果你個人一唔冷靜嘅時候呢，你就要完全呢失去晒頭先你本來已經知道嘅嘢噶啦。咁好啦，有啲人可能會諗，哇，恒哥，咁個人驚啊嘛，好正常啫。咁我唔記得一樣半樣，有冇影響呢？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，係有影響嘅。點解有影響呢？就係因為差人幫你落口供嘅時候，佢一定會問你究竟你記唔記得嗰個人咩樣，佢操乜嘢話，即係佢係講乜嘢口音嘅話啦。譬如佢係普通話、英文啦，定係咩話都好。咁嗰個人操咩語言呢？你都要知嘅。
咁啊，譬如話嗰個人嘅衣服鞋襪啊，個身體上有咩啲特徵，譬如有冇刀疤，有冇紋身，你都要知嘅。咁如果你話因為驚你漏咗一樣，個差人就好難幫你拉到人，或者幫你處理個案件。咁好啦，有啲人諗死啦。咁如果受傷，我咪要住醫院咯。住唔住醫院呢？呢樣嘢就恒哥決定唔到話俾你知嘅。但係我想講咧，未必一定要住院嘅，但係至少如果你受傷有救護車嚟呢，咁個救護車呢係會有救護人員幫你治你嘅傷勢，甚至乎會帶你入醫院去處理你嘅傷勢。咁但係有必要嘅時候先至會叫你留院觀察嘅啫。好啦，咁啊，另外可能你會諗，咁點算啊？如果報咗警，會唔會有麻煩呢？嗱，任何情況下，恒哥就一定會係建議第一件事報警，唔好理嗰樣嘢麻唔麻煩先，你一定要報警。點解要咁做呢？因為只有報警，差人先可以幫你處理嘅，你自己係冇辦法去處理到嘅呢啲嘢，亦都係冇辦法解決得到嘅啲嘢，所以報警處理係最好嘅方法。唔好因為怕麻煩你唔報。恒哥係試過因為怕麻煩冇報，隔咗2日或者3日，跟住先至走去報。恒哥係試過，跟住俾我個朋友鬧到呢，當場真係趴咗喺度。咁但係當然啦，事後報唔係唔得，但係個差人一定會問你，點解你當日唔報，要隔咗咁耐先報呢？咁你要俾個合理理由。咁啊真係呢樣嘢要你自己先至俾得到啦，呢個合理理由。好啦，咁跟住過後呢，就你要話到俾個差人聽，佢用乜嘢襲擊你啦？譬如佢有冇對你做過啲乜嘢，有冇講過啲乜嘢，跟住有冇用啲乜嘢武器啊？定話淨係徒手襲擊你？佢點樣襲擊你？你都要記得好清楚嘅個過程，因為喺法律上邊，你所落嘅口供咧係完全取決於你喺差館當日落嗰份口供。即係話你上庭嘅時候，你見過法官有律師幫你處理，同個官去處理你單案件，但係上到庭嘅時候，如果你嘅口供同你所喺差館落嘅口供完全不一致嘅話呢，你係冇辦法令到單案件有個圓滿嘅結局嘅，分分鐘有可能係話你落假口供嘅添，咁啊仲衰多一重，咁啊變咗就自己就會惹禍上身嘅。好啦，咁有啲人可能諗，哇，咁唔報係咪會好啲呢？但其實我想講呢，報就對你自己有好處，唔報就對你自己冇好處，分分鐘就助長啲惡勢力或者助長罪行嘅啫。所以我建議最好你係一定即係遇到呢啲咁嘅事呢，就報警處理。咁但係當然啦，正如頭先話齋，所有嘅過程嗰個人有啲咩嘢衣服鞋襪啊、顏色啊、操咩畫、佢咩髮型、佢個外表身材高度，你肥定瘦你都要知嘅，佢大唔大隻你都要粗略估計到嘅。即係話嗰一刻裏邊所有嘅呢一個圓裏邊所有嘅嘢你都要知嘅。咁殘疾人士點即係如果譬如話，我本身嗰個人坐輪椅喎，咁點樣跟個差人去警署啊？嗱，如果嗰個本身係殘疾人士係坐輪椅，但係佢受襲俾人偷咗嘢受襲，咁佢受傷，
咁梗係嗌救護車啦，咁講等救護車車佢入醫院嘅啫。咁醫院裏邊係有差人嘅，咁你喺當場同醫護人員講件事嘅發生經過，要求要有差人當場落口供，咁就唔使特登再去第二次去差館度落噶啦。好啦，咁譬如話，咦，咁會唔會搞好耐呢？要睇你嗰單案發生嘅案件複唔複雜，牽涉到啲乜嘢，落嗰份口供會唔會問到好詳細？嗱，如果係因為牽涉好多嘢而需要用多啲時間去落口供呢，咁相對一定係長嘅。但係如果你單案件純粹係俾人襲擊，而嗰個人你又唔識，佢係純粹因為偷你嘢而襲擊你，或者嗰個人係因為佢借罪行兇，或者係佢因為精神失常佢襲擊你，咁呢樣嘢就個所需落個口供嘅時間係會比較短啲嘅。咁問題就係在於主要牽涉嘅嘢係乜嘢啦？好啦，咁亦都有啲人問，哇，恒哥下下都報警，啲差人會唔會唔信噶？以現時而家香港社會有咁多 CCTV 喺條街度呢，我相信如果案發嘅地點係有大量 CCTV 在場嘅話呢，係一定有機會差人係透過 CCTV 去捉嗰個人，或者去辨認當日發生嘅經過。所以你呢樣嘢係唔需要擔心，我哋只係需要盡咗市民嘅責任，報警、落口供、俾正確嘅資料，等差人處理，搞掂。咁譬如話，如果捉嗰條友捉到啦，咁點呢？咁有兩樣嘢嘅。第一就係叫你去認人啦，認完人之後，差館會話俾你聽，嗱，你而家認到呢個人啦，法庭有機會傳召你上去落口供，去作證，去指控嗰個人。嗱，講明係有機會，即係話未必一定要你上。咁當然，如果嗰個人認罪，咁梗係唔使你上啦。但如果嗰個人唔認，咁佢就會要你上庭去認人。咁要你上庭認人，咁你一定係當初喺差館認人嘅時候，你已經認到噶啦。但係上到庭，你同樣都係要面對嗰個人，你要指控，你要指證佢。咁好啦，有啲人可能問，哇，如果我上到庭講嗰件事嘅經過，同我喺差館落口供嘅時候講嗰件事嘅內容，我用嘅詞語，我用嘅句子唔同，但係表達嘅意思一樣，得唔得呢？呢樣嘢唔好問我，呢樣嘢應該問個律師。點解呢？呢樣嘢只有律師先會俾到個專業意見，話俾你聽得定係唔得。但係如果從我哋市民嘅口中，用我哋市民嘅思維去諗嘅話呢，未必一定可行。因為有時辯護律師問嘅嘢呢，係會比較刁鑽啲，即係無論你係受害者，定係話你係被指控嗰個，兩方律師所問嘅嘢呢，係會比較刁鑽啲嘅，唔係我哋嘅思維可以諗到嘅嘢嚟嘅。如果你識得有一啲律師朋友，或者識得有一啲法律嘅朋友嘅話呢，佢哋會話到呢樣嘢嘅知識俾你聽嘅。佢哋問嘢呢，係有佢哋個思維個見解嘅，所以你唔好以為
個律師問乜你照答乜，分分鐘可能佢哋問嘅嘢係翻轉頭，即係倒轉嘅，即係個意思唔同，但係佢哋問嘅嘢係嗰樣嘢嚟嘅。所以記住啊，透過正確嘅法律諮詢咧，先至可以得到個答案。恒哥話唔到俾你知嘅。好啦，咁如果你話，咦喂，咁正常人佢又唔係殘疾，咁但係佢受到襲擊，係咪用同一個方法去報警啊？冇錯，呢樣嘢係絕對嘅。我想講呢段片其實唔係淨止俾殘疾人士，正常人都係要咁做。但我發覺咧，最近咧有啲人咧係唔敢報警嘅。點解咧？佢哋話怕麻煩。第二咧就係成日都話家醜不得外傳，一係咧就話唉好麻煩噶，我費事嘥時間喺度落口供啦，由佢啦，唔見嗰啲就唔打咗，偷咗咯，咁點啫？補領咯，係要補領，咁你咪都係要去差館報失。因為尤其是係講緊回鄉證、身份證呢兩樣嘢，如果你有埋特區護照唔見，或者 passport 唔見，你咪一次過要喺差館度報失，報失完攞住嗰張報失紙走去補領，個差人一定問你點解唔見。咁如果話冇啊，俾人偷嘢，個差佬一定問你，你俾人偷嘢期間有冇俾人打過？咁但係如果你話冇，但係個差佬就見到你滿身傷痕，你估個差佬信唔信？係咪？所以有乜都好，你係俾人偷嘢而俾人襲擊，你話你俾一個精神失常嘅人去襲擊，乜嘢原因之下俾人襲擊都好，報警唔好理。無論你係健全嘅人，定係話你係殘疾人士都好，報警。仲有恒哥喺呢度要事先聲明，我係完全唔會主張一個人你走去反撲攻擊你嗰個。點解呢？你唔知嗰個人有冇手持武器。如果你不懂武術，不懂防衛術，你走去反撲，而你本身又唔夠力量走去作一個生擒佢，有限度嘅生擒佢嘅情況下，你走去反撲佢，受傷甚至生命危險嘅係你自己。呢樣嘢恒哥絕對可以話到俾你聽，呢樣嘢千祈唔好亂嚟。有啲人諗，咦？咩叫有限度生擒佢呢？法例上面係有講明嘅。嗱，台灣、大陸我唔知，但喺香港呢，係有條即係有條例呢係講明，如果你遇到任何襲擊，或者有個色狼去襲擊你，或者有個精神失常嘅人去襲擊你，你係只可以用有限度嘅方法去壓制佢，跟住報警。咩叫有限度呢？就係你唔可以打佢，你唔可以用任何武器，你只可以用一啲方法去制服佢，而令佢受到制服嘅情況下，你就可以走去報警。咁當然啦，即場制服完之後即刻攞個電話報警係最好不過。不過我想講，有限度嘅制服唔係個個人都做到嘅，因為有啲人真係出手重咗，令到佢受傷係會嘅。
但係嗰把尺喺個官面前或者喺個差佬面前，究竟點樣衡量？咁就另外一件事。咁喺一個即係恒哥以前有做過保安嘅時候咧，都有學過呢樣嘢嘅。咁就我哋即係嗰陣時，我哋做保安人員咧，都係有講明，你遇到個賊，你只可以有限度制服佢，你唔可以打到佢重傷，唔可以打到佢死亡，唔可以打到佢周身傷痕，係有講㗎。所以就算係普通市民，都只可以用有限度嘅武力制服佢，但你又唔可以打到佢重傷，又唔可以搞到佢死亡，你只可以有限度制服嘅啫。嗱，呢樣嘢必須記住，因為如果你搞到佢重傷而導致死亡，分分鐘你係會惹上官非嘅。咁呢度呢，就係我哋作為殘疾人士或者一個健全嘅人，遇到襲擊嘅時候應該要知道嘅嘢。咁下一段片，恒哥將會話俾大家聽，當如果一個正常或者係殘疾人士嘅女性受到不禮貌、受到侮辱，甚至乎佢偷拍你重要部位，或者佢意圖強姦你，你點做呢？下條片恒哥將會講呢樣嘢。拜拜。如果有啲乜嘢留言，可以留言俾我，甚至乎可以分享、訂閱同埋去留言，撳定個鐘仔俾我。咁我以後出咩新片，你哋都會好容易就會收到個消息。恒哥下段片再見。